實至名歸啊！最佳旋律係屬於才23方大同。恭喜晒！與此同時，亦都想請 Johnny 同我哋揭曉埋最佳編曲嘅獎項。才子真係才子啊，都係才23嘅方大同。恭喜 The 晒！ 23rd Cash Golden Sale Music Award Best Melody and Best Arrangement goes to Kaleo Fong. Song name 23. 我哋再次有請大同嘅家人上台，最佳旋律、最佳編曲得主方大同，才23。再一次掌聲有請大同嘅家人嚟到台上邊去領取我哋兩個獎項：最佳旋律、最佳編曲。我相信大家都會同意，就係方大同係我哋心目中永遠嘅音樂人，用音樂去講故事，亦都用佢嘅旋律去傳遞好多嘅情感，帶俾我哋美好嘅作品。今晚呢幾個獎項都係實至名歸，有請大同嘅家人先接收獎項，亦都有請3位你同 Johnny 我哋一齊影呢一張合照先。係，我哋不如企前少少，係啦，同埋不如靠我呢邊啦，靠左邊，咁就至中啲啦，可以見到後邊嘅熒光幕咧寫住 Best Arrangement， 其實 Best Arrangement 同埋 Best Melody 都係才23方大同。好，仲有一張最佳旋律，不如都影多一張合照好唔好啊？係啦。好，唔該晒我哋嘅攝影師。呢個時候亦都有請大同嘅家人，睇下會有啲説話都想同我哋分享下。好多謝金帆獎評審團對才23嘅肯定，亦都多謝大家一直對方大同嘅支持同埋懷念。大同喺面對人生最艱難嘅挑戰之中寫成呢首歌，佢希望用旋律可以感動人心。希望大同而家喺另外一個嘅維度，都可以用音樂，透過佢嘅音樂俾我哋鼓勵同埋力量。好多謝金帆獎 ，Thank you。